好，啱啱講到小兔子話俾小黃聽，跳得高需要勇氣同埋練習。小黃雖然一開始跳得唔高，但係佢冇氣餒喎，努力練習，最終咧學識咗如何跳躍。佢意識到努力同埋堅持係成功嘅關鍵。繼續前行，小黃嚟到一片花田，裏面開滿了5萬綠色嘅花朵。佢見到一隻小蜜蜂忙碌地採蜜。小黃好奇就問小蜜蜂：小蜜蜂，你點解咁努力工作嘅？小蜜蜂就回答：因為我嘅工作並唔係為咗自己，而係為咗整個蜂巢嘅大家。每一滴蜜都係大家嘅共同成果。小黃聽咗之後深受啟發，明白到團隊嘅合作嘅重要性。佢決定喺回家嘅路上話俾朋友們聽一起合作嘅好處。最後小黃嚟到一個小山丘，小山丘有一棵古老嘅樹，樹下邊坐住咗一隻小狐狸。佢睇起嚟好似有啲沮喪。小黃走過去問：你做乜嘢啊？小狐狸話：我想學爬樹，但係咧我總係會跌倒嘅，即係跌落嚟嘅。唉，感覺都好失望啊！小黃鼓勵佢唔好放棄，每個人都有困難嘅時候，你可以試住一步一步嚟，慢慢咁樣就會成功㗎啦。小狐狸聽咗小黃嘅説話，決定再試一次。小黃喺旁邊鼓勵佢，最終小狐狸成功爬上咗樹上面，開心到不得了啊！佢哋一齊慶祝呢一個小小嘅勝利。小黃嘅冒險結束咗，即係勝利咪即係贏咗咯，因為佢係鼓勵嘅啊嘛，佢幫忙，佢鼓勵都係幫忙嘅。咁啊，小狐狸終於都爬得上樹啦，咁樣咯。小黃嘅冒險結束啦，佢帶住滿滿嘅回憶返到去村裏邊。睇緊，返到村裏邊，佢話俾啲朋友們聽自己嘅經歷，分享咗努力合作同埋不放棄嘅重要性。村莊裏邊每個動物都受到啟發，開始一齊學習同埋成長。從此以後，小黃再唔係一隻勇敢嘅冒險者，仲成為咗村莊裏面嘅智慧小導師，教導每個動物如何面對挑戰，共同克服困難。佢哋一齊快樂咁樣生活，而喺每一次冒險中學習到嘅新知識，都會話俾村莊聽啲人聽，分享，令到村莊變得更加和諧同埋團結。呢個故事就話咗俾我哋聽，無論喺生活裏邊遇到咩困難，只要有勇氣、智慧同埋團結嘅精神，就能夠克服一切嘅挑戰，變得成為一個更好嘅自己。
今日故事就完結啦，希望希希同埋其他觀眾都鍾意啦，拜拜。